在这里有没有发现是一个很新的地方？每次我们来到一个很新的地方，我们的心情是什么呢？可能会很兴奋啊，也可能会很担心。总而言之，那一天的前一天晚上总是会睡不好，是吗？因为我们的脑筋一直在动，一直在动，会担心万一发生什么错事，我会不会能够适应呢？音乐牧师也是哦，来到新的状况。我曾经有过要来迦南教会的时候，我的心很担忧。昨天晚上就是这样哦，我脑筋一直动，一直在想，哇，太多事情要担心，我能够停下来吗？神给我一句话，什么话呢？这个，停一下，没关系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主那里。主就要使我们得安息，所以我今天呢，心就很平安哦。我就觉得有主同在，我就可以知道，没关系，停一下，没关系的，因为有主在哦。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件事，你有没有曾经就是很忙乱、很慌张，或者是你很重担，没有办法安息，没有办法好好睡觉，特别是呢换一个新的环境，或者是隔一天有新的事情要面对的，那怎么经历的？献上感谢。有没有你现在正在担心？就像意念牧师的先生钟宪哥，下一个礼拜应该讲这个礼拜就要去这个白天有新的生活，他会担心睡不着，好不好？先停下来，没关系，到神的面前。神要使我们得安息，重新得力。手牵手，一做手。